睇下紀念杯先啦，我哋跟住就借答杯。神之禮今次就個配搭幾有趣啊！咁日本馬帝用咗澳洲嘅高倫特啊，比較少啊，即係練達文咧就通常佢哋都會即係邀請嘅，即係合作開啊嘛，合作開嘅。當然啦，舞會都收得嚟嘅話，你想點食啊？作之 K 咧就喺御冠北啊，落埋食餐上嘅。即係咁啊，咁食啊？亦都係好值得致敬嘅好馬啦，如果其實佢另外復現到佢作舞再可能歐洲啦跑環節比較偏遠嘅地帶，上次嘅中歐都認證明好快地都揾得出。佢最喺歐洲最頂級嘅一級賽咧，你就未必數得入佢頭馬。但係佢經常都有啲2至4名啦，跟住頭先都贏咗佢復現一級賽喺中東。即係你話拿住佢上年喺個2020錦標年都只係輸，其實佢作品都好犀利㗎啦。佢哋好攰啊！頂嗰3個真係唔使定嘅，有口低定嘅。你好慘啊！你嗰啲就咁隊好啦，我哋差唔多就開跑啦，我哋可唔可以食下旗啊？好唔好？大家好，嚟到第9場賽事，富衛寶協女王杯，紅燈亮起，馬匹你入閘啦！遇冠軍同工之妙，蒙面舞會球星6月豪取，跟住入閘有神之禮，數字天文，等埋呢匹浪漫勇士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9場賽事，富衛寶協女王杯準備。中間位隻數字天文嚟㗎，響外邊浪漫勇士啊，最出咧仲有隻神之禮啊，埋邊走咗上去就遇冠軍黃衫㗎，中狀態嘅跟住個第5咧，藍衫有同工之妙啊，埋邊啊球星啦，外邊咧黃黑極間衫，有個尾位置係蒙面舞會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6月豪取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6米嘅段處啦，前面順住走咧就係嗰隻數字天文嚟㗎，響佢外邊嘅馬匹有呢隻就神之禮啊，內欄第3就遇冠軍浪漫勇士啊咬住第4啦，後邊嘅4匹馬埋邊啊球星啦，出邊飛衫藍衫有同工之妙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6月豪取啦，蒙面舞會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2米嘅段處啦，前面順放都仲係呢隻數字天文嘅，位置變動上面都唔係好大咯喎，神之禮就跟住第2啊，埋邊第3位有遇冠軍啦，浪漫勇士咬住第4，埋邊第5位咧仲有球星啦，出邊第6位就同工之妙啊，呢啲位置係6月豪取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蒙面舞會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咧香港體育學院灣啦，前面順住都係仍然係嗰隻數字天文啦，神之禮就第2位啊，埋邊第3位有遇冠軍，第4位浪漫勇士，內欄第5咧就球星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同工之妙、6月豪取啊，應該要攞出去外邊啦，暫時殿後黃衫嗰匹咧就蒙面舞會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閘，前面